嘅罪惡已經去到頂。同時間第4代亦都係摩西亞倫嘅出現。哇！你諗下，神喺度做緊啲乜嘢？咩叫第4代呢？哇！好在你哋冇問家譜啫，我哋上一次創世紀啊。第4代，雅各生咗12個兒子，有流便、西面、利未。利未咧就生咗革順、哥轄同埋米拉利。米拉利之下，革順咧亦都生咗暗蘭同埋以斯哈等等等等。跟住到暗蘭嗰代咧就生咗亞倫同埋摩西啦。第4代正正亦都係上帝講緊嘅第4代，你要翻版，即係話喺呢個第4代嘅入面，包含咗好多嘅意義喺當中，包含咗佢哋意想不到，原來自己嘅惡都不及亞摩利人嘅惡，亦都包含咗原來上帝真係信實應許要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亦都係親自由佢去到帶領。神興起摩西，因着佢嘅杖經過10災過紅海，佢哋能夠進入迦南地。呢件事所有嘅嘢都係源於神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嘅足跡真係何其難尋，神嘅足跡何其難尋。如果你哋睇翻咧4福音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弟兄姊妹都會問一個問題，讀到聖經咧，點解神成日都話時候未到，時候未到，時候未到嘅？我哋成日都諗唔明點解時候未到，成時候未到。因為去到彼得後書，亦都會有人問點解神仲未翻嚟嘅？仲未翻嚟嘅？神都話神冇耽延到，因為神喺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究竟神諗緊乜呢？神諗緊乜呢？其實我哋真係唔知道。神嘅足跡何其難尋，所以正如我話呢5節經文，俾我哋再去諗翻，如果有一日上帝真係要你面對亞納族人，可能你會再問神，點解我要咁樣去面對呢？就係呢3樣嘢，神真係會主動，神擺得我哋喺嗰個位，其實神會擺低我哋，神反而係會主動地做佢嘅事，我哋只係一個旁觀者，睇住上帝嘅作為去成就一切嘅嘢。如果有一日你面對呢件事嘅時候，其實你要再睇翻自己，我只不過好似蚱蜢咁微小，應該謙卑喺上帝嘅面前。如果有一日上帝要面對一件你都不能勝嘅事，其實你要再睇翻神嘅蹤跡，真係何其難尋。究竟點解會成就緊呢一樣嘢？點樣去成就呢？其實你揾翻最後嘅線索出到嚟，可能你自己都好驚訝。哇！原來上帝係要咁樣做嘢，連我自己都唔知，我自己要揾個理由，我自己都揾唔到個理由出嚟，點解神要咁做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後不如我哋讀呢一節聖經，詩篇第8篇嘅第4節，好嗎？我哋一齊讀，預備起。人算什麼，你竟顧念他；世人算什麼，你竟眷顧他。我諗遭遇大又重大困難嘅事，唔係上帝要為難我哋，而係神呢要再一次話俾我哋聽，我哋只不過係一個微小嘅人。人算什麼，你竟顧念他；世人算什麼，你竟眷顧他。我諗最後神要我哋翻返去呢一度，唔係因為自己嘅，係因為上帝嘅憐憫同埋慈愛。我哋最後一同禱告。